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啊。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治的第158天，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58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158天。就在第158天這個特朗普又自己給自己生悶氣找氣受當然了，特朗普也是咎由自取特朗普在这個社交媒體上也開始大罵這個毛拉政權，大罵伊朗人特朗普說他說伊朗領導層真是虛偽至極，他們要求會面，有些人甚至會說是祈求和談，但是會談開始後他們又安排了更多的會談，然後他們公開且自豪地宣稱，他們根本沒有進行任何討論，什麼都沒談。他們只和阿曼打交道，接着他們又開始老調重彈，聲稱要強力控制霍爾木茲海峽，而事實上，霍爾木茲海峽早已完全被美國海軍和我們的封鎖線，或者如某些人所說，美國的鋼鐵長城不掌控，除非我們願意，否則任何信息都無法傳達給伊朗，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任何信息都無法傳達。無論伊朗是否願意承認，我們實際上是在討論如何解決他們幾十年來造成的問題。道理很簡單，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器。這個特朗普確實沒面子先說要對伊朗進行為期多少天的轟炸，要升級，子彈已上膛，要二戰以來最慘烈的轟炸。結果第二天宣布暫停，為什麼暫停說前方傳來好消息伊朗人也求着談判了，霍爾木茲海峽甚至核問題都沒問題。結果朗子那邊馬上就否認朗子根本就不含糊。2月3號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伊朗與美國之間沒有會談，伊朗現階段會談的對象是阿曼，議題涉及霍爾木茲海峽。巴加埃還指出在美方持續違反諒解備忘錄的情況下，霍爾木茲海峽的局勢不會發生明顯變化。這個巴加埃還說他說霍爾木茲海峽不會回到戰前狀態。伊朗與阿曼圍繞霍爾木茲海峽未來討論已進行了一段時間，目的是達成一個具體的框架，以確保該地區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與阿曼商定的新霍爾木茲海峽航道，既不是現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現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條由雙方協商一致確定的新航道。簡單點說特朗普給人感覺是熱臉貼了一個冷屁股，自己在那兒說這個軍事要給外交讓路，騰出空間。結果伊朗人說我們根本就沒有跟美國人談判，美國人自作多情所以特朗普很生氣實際上這個在很久以前咱們就說過了，朗子就是態度房間裡面吧唧跪下，跪，而且非常絲滑，跪得還挺直，什麼都行，都能談。然後出了門，對吧？站起來說啥也沒有特朗普給我跪下了，特朗普要逃跑了。你說特朗普他能受得了嗎？他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就這個玩法，特朗普也樂此不疲實際上是反映什麼？歸根結底還是特朗普被人家伊朗人拿捏了，歸根結底還是特朗普想和談，想通過談判來解決，所以朗子就通過這個對吧拿捏住特朗普。如果特朗普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談判，你現在把他打一頓是吧，打服了為止再談，那朗子他就不敢這樣。朗子為什麼有恃無恐總是這樣對吧？還是抓住了特朗普的這個命門，知道特朗普在中期選舉之前不敢放開手腳大打特打，知道特朗普想通過談判解決，所以人朗子就開始在這兒下功夫，對吧？如果特朗普真的你想談判，你完全下一次对吧？你說朗子又求着談判对吧？伊朗人祈求不要打了，不要炸了，談判，那你讓伊朗人自己發公告人伊朗人就根本就不搭理你，對不對？上一次特朗普正準備這麼幹特朗普讓朗子自己發個公告，說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不會有任何阻礙。人朗子就是不發，對吧？特朗普你下一次，比如說這次算了下一次如果再說是伊朗人求着談判，祈求談判，
你讓伊朗人自己發個公告，对吧？你讓伊朗外交部還革命衛隊司令啊，你們自己在伊朗媒体上登一個報告，登一個這個聲明，說要求跟美國談判，那我再談，否則不跟你談，對吧？你先登報，昭告天下，這玩意兒單面一套背後一套，誰受得了啊？所以特朗普是自找的啊，所以特朗普現在受辱，特朗普生气，那都是活該。所以他被朗子耍了啊，就是你看美国啊，特朗普和万斯被伊朗人耍的是团团轉。但是我們說的清楚一點啊，歸根結底還是利用了特朗普這個中期選舉啊，之前不敢啊升級戰爭，還是抓住這一點，所以不停的戲弄美國的對吧？總統和副總統一對叫保一對。特朗普明知啊，這個談判就是對牛彈琴，就是胡說，就在這浪費時間，但是他也不得不浪費時間。那麼在這個特朗普也对媒體說啊，路透社還有美聯社報道，特朗普8月3號在白宮啊對媒體說，他說美國和伊朗正在進行對話，這是伊朗簽署協議的最後機會，又開始威脅了啊！人家朗子根本就對吧？人公開場合就是懟他，一點面子都不給啊！他威脅稱，美軍對伊朗的大規模打擊計劃仍然存在，但在採取斬首行動之前，我想給他們最後一次機會。特朗普聲稱，美伊對話是應伊朗要求進行的，並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以及許多其他國家支持。特朗普還透露啊，他說談判的第一階段是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第二階段是討論伊朗的無核化問題，這需要一些時間。但是啊，伊朗人是全否認啊。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3日回應啊，他說啊，伊朗近日沒有接待任何代表团，也沒有派遣代表团出訪的計劃。言下之意，反正我們伊朗沒有談判，至於你美國，你特朗普跟誰談判我不知道，是吧？你說跟伊朗談判，我們沒有接待啊，就是在伊朗沒有接待任何代表团。第二個，我們也沒有派任何代表团出訪。我也不知道你們是在哪兒談，跟誰談，你談啥呢？你說這個朗子啊，啥事也沒發生，你特朗普是在跟空氣談吧？所以你說特朗普多生氣吧？啊，特朗普說，這前面我們在房間裡面談了那麼多啊，一場又一場，談得很歡，結果他一出門說沒有，啥也沒談，就沒這事，不承認。說起到霍爾木茲海峽啊，特朗普說啊，我不會讓他們收費的。如果有人要收費，我們就會收費的。我們完全掌控着局面，不會收費的。我們根本不是在談論收費，不會有收費。但我想在摧毀之前給他們最後的機會。我們計劃要做的事難度非常大，仍在計劃中，我們拭目以待。也特朗普到現在為止啊，還是說不允許伊朗收費，但是伊朗那邊傳出來的信息啊，完全不一樣。阿拉伯媒體報道啊，說根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消息人士稱，德黑蘭拒絕了美國最新的提議，堅持認為霍爾木茲海峽只有在戰爭結束後才會完全重新開放。該消息人士還聲稱，美國特朗普總統已在南部航道關閉問題上讓步了。所以我昨天就說了啊，你伊朗人真要談判的話，那至少說明特朗普在霍爾木茲海峽這一塊肯定是有所鬆動的，要不然伊朗人沒法談什麼呢？所以特朗普自己啊，在這橫豎都是失分啊，這個充分體現了特朗普啊，叫見小利而忘義，謀大事而犧牲吶。這是曹操評價那個袁紹是吧？總之啊，在談判這個階段呢，特朗普確實不是朗子的對手，被朗子耍得團團轉。咱們得實話實說，就是在談判這一塊啊，至少感官上，因為談判這玩意兒都是文的，對不對？不像轟炸效果明顯，不像軍事行動是吧？那文的這些東西很難，很多東西看不見，那只能看雙方怎麼說，怎麼宣傳。那從外觀看，那肯定是特朗普是占下風啊，被朗子耍得团团轉，所以特朗普破防了，生氣啊！生氣有什麼用呢？那不都是自找的嗎？當地時間8月2號，美國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馬凱利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面向全國節目採訪時指出，美國總統行事過於反覆無常。目前特朗普政府在應對伊朗戰爭中已經陷入困境。美國議員稱呢，對伊朗的戰爭純屬三無產品。凱利還表示特朗普政府應當對當前局勢負責，要找到出路，
但不能再重複沒有目標、沒有計劃、也沒有時間表的老路。他建議啊，特朗普不要再讓自己的房地產夥伴和女婿負責談判，應該派一些真正懂得如何與伊朗人談判的人參與談判，並重新團結海外地區及歐洲的盟友。而以色列人呢，更是直接諷刺特朗普。以色列的媒體制作一個漫畫嘲諷特朗普。漫畫中特朗普在揪着那個花瓣，那花瓣上一半寫着打伊朗，一半寫着不打，另外一半也寫着打，就像那個輪盤賭一樣的那輪盤賭上就2個答案，打還是不打。老特在轉那個輪盤賭，一會兒打一會兒不打。以色列人在嘲笑他而《紐約時報》報道他說7月戰火重燃後伊朗不僅罕見的先發制人，打擊美軍基地，並與也門胡塞武裝等組織積極聯動，擴大衝突範圍。而這些動作都是伊朗一項分階段反擊計劃的一部分。據悉，今年春季美伊短暫停火期間，伊朗高級將領秘密與地區內與伊朗關係密切的武裝組織指揮官共同制定了戰略，研究如何擴大戰爭規模，提高美國繼續作戰需要付出的代價。伊朗一位分析人士表示我們正在下一盤大棋，真正的下大棋了大棋党最喜歡看這個了。朗子在下大棋，他承認了我們正在下一盤大棋，各武裝組織就是伊朗手中的棋子，會在最合適的時間、最合適的地點被謹慎調動，以產生最大的戰略效果。朗子在下棋了棋盤就是中東，棋子那就有王爺國有這個地區代理武裝這個不是我說的這可是央視放的，央視網原來央視也對下大棋這玩意兒感興趣對吧？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一說下大棋就來勁了。確實在這個美國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確實顯得很被動投鼠忌器，手鼠兩端，這個被伊朗人充分利用。尤其是你前面威脅要打，後面不打，那伊朗人他就宣傳成特朗普害怕了。你看這個伊朗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雷扎伊他又吹上了在當地時間8月3號晚上，他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伊朗要給美國立規矩，伊朗絕不允許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開闢任何非伊朗航線，也就是什麼阿曼那個南側航線只要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非法航線上不許軍艦，伊朗就會視其為打擊目標。雷扎伊強調如果美國不改變其行為，伊朗武裝部隊將不會袖手旁觀，任由其繼續對伊朗的海上封鎖。敵方軍艦將面臨嚴重的危險。伊朗不尋求戰爭，但伊朗武裝部隊已準備就緒，為國家而戰。這就是衛隊跟美國立規矩，對吧？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阿曼灣不是你們家的後花園，想進就進，想出就出，想怎麼走就怎麼走。不要說上環，就你美國的海軍艦艇也得按照我的要求來，否則就得挨揍。你看，我說朗子底氣硬起来了这還沒完朗子還得恐嚇着其他的國家英國的《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說他說在美伊對峙半年後他說戰場主動權已明顯轉移至伊朗一方。特朗普日前叫停針對伊朗的大規模空襲計劃，顯示伊朗的威懾與消耗策略已經見效。這就意味着中東戰局進入由伊朗主導的長期博弈新階段。英國媒體還說他說美伊戰爭持續6個月後伊朗已經取得了一項重大優勢。什麼優勢呢？就是華盛頓的戰鬥節奏越來越受制於德黑蘭。當然他說伊朗也防止特朗普的反復無常，再度下令開戰。他說很明顯，伊朗這次先發制人打擊美軍，就是在進行一場豪賭。特朗普因美軍彈藥不足，且擔心遭受更大損失，難以向國內交代，結果特朗普取消大規模報復計劃，證明伊朗賭贏了。確實你這形式上就這麼個事。你特朗普前面說要2戰以來最大的轟炸行動，結果第2天又說停了。不是，外界可不管你什麼原因停的，但是伊朗宣傳就是你特朗普怕了，你怕了。
對吧？我打了你，你也不敢还手，那不就你怕了嗎？正如英媒所說，过去2周时間，伊朗主動出擊，發起多輪先發制人打擊，意在消耗美國軍力，並迫使阿拉伯盟友默許伊朗掌控霍爾木茲海峽。這一點體現在日前革命衛隊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的行動中。當時2艘外國油輪在美軍的空中護航下，企圖穿越海峽，結果伊朗軍隊在擊傷2艘油輪後，還在美軍眼皮子底下扣押這2艘船。這場行動就是伊朗與美國在真刀真槍爭奪海峽的控制權，結果伊朗賭贏了，油輪被扣，美軍護航飛機不敢開火阻止革命衛隊靠近和扣押船只，這實際上就意味着美國可能不得不默認伊朗對海峽控制權。這個媒體他說過去24小時內，英國和保加利亞和烏克蘭等國分別與伊朗取得聯繫，並表示不會參與美國可能針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這3個國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間接參與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英國和保加利亞用為美軍提供基地用於打擊伊朗，曾遭伊朗導彈打擊警告，而烏克蘭最為出格，為討好美國，居然襲擊在裡海航行的伊朗貨船。澤連斯基甚至還叫囂，伊朗為俄羅斯提供無人機，就等於是介入俄烏衝突。可見烏軍打擊伊朗船只，就等於是對伊朗宣戰。現如今，烏克蘭可以說是悔不當初，畢竟美國不敢再戰，這等於給了伊朗騰出手來報復烏克蘭創造機會。所以烏克蘭多次向伊朗做出有關承諾，其實有點求饒的意味。畢竟霍爾木茲海峽、紅海和曼德海峽都在伊朗及其盟友的控制之下，因此無論是英國還是烏克蘭，如果無法得到伊朗的諒解，今後他們的船只在中東水域就危險，尤其是烏克蘭不排除會遭到伊朗直接軍事報復。而這個剛才說的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雷扎伊，他對媒體說他說為回應日前伊朗商船遭烏克蘭襲擊一事，伊朗原本已準備好對烏克蘭的3個地點發動攻擊，但在烏方稱其誤擊並道歉後，為核查其說法，伊朗暫停了回擊行動。你看看這個衛隊現在硬起來了吧，越來越強硬，還要打擊這個烏克蘭的3處，用導彈這個特朗普一退縮這個衛隊就開始吹上了你說他胖，他還喘上了，他還要打烏克蘭。你說烏克蘭是差他那3枚導彈嗎？是吧？烏克蘭連這個俄羅斯的什麼高超音速導彈都不在乎，你這狼子你往那兒發射導彈，這個遠程導彈也不富裕剩的不多了留着準備炸這個以色列或者誰，你炸烏克蘭有啥用呢？烏克蘭還差你那幾枚導彈嗎？你打了烏克蘭，烏克蘭正好這無人機，對吧？人家無人機能飞1萬公里，马上，对吧？到時候烏克蘭給你伊朗發幾波無人機過來，對吧？這個能飛，一天給你發個幾百架，你招惹烏克蘭，說你倒了霉，對吧？你正義聯盟大哥都被烏克蘭摁在地上摩擦，你這3弟還能去招惹人家烏克蘭？所以這個衛隊就是典型的就是叫什麼，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鬆手就吹牛逼吹得煞有介事行業國美國忌憚伊朗，那很正常，对吧？他們怕挨炸，畢竟他們過好日子過慣了。這個烏克蘭已經被炸了4年5年了，但在乎你那點炸彈，你隨便炸連那個白俄羅斯是吧？盧卡申科在地保的慫恿下，準備跟烏克蘭叫板，現在被烏克蘭，對吧？一頓警告，尿都嚇出來了，縮回去了，對不对？嚇傻了。你說你狼子，你真是吃了豹子膽，你敢动烏克蘭？那烏克蘭真的無人機一天不多發，对吧？給你發個300架。這烏克蘭人炸煉油廠那是一絕。當然了，這一切都是因為特朗普往後一退，狼子有了吹牛的資本。我們前幾天說了狼子對二哥不滿，明里暗里出手教訓二哥，警告二哥。這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覺得不可能吧？狼子就能幹出這事就是正義聯盟國家都是這個德行。你看那個大哥也是的，大哥經常一稍有心氣兒不順立馬就拿二哥出氣。
這種事情咱們介紹很多回了，对不对？大哥一在烏克蘭戰場上受挫了，他馬上就在南海啊，在什麼地方对吧搞點事，在二哥家周邊搞點摩擦。三弟也一樣啊，三弟前陣子把科威特是吧，二哥家的一個建築給炸了，那是警告啊。這一次啊，那就更直接了。如果上一次說還不明顯啊，說那個可能是誤炸吧，對吧？那導彈飛偏了，無人機飛偏了，那這一回你看怎麼解釋啊？這是財新網報道啊，不知道胡鑫老師怎麼解釋這個事啊？不知道貓拉愛好者。財新網，倫敦時間8月1號，英國海事貿易行動中心發布通報，2艘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阿曼一側的，就是南線啊，船舶遭到襲擊，就是咱們啊這2天老說的是吧？伊朗用導彈打擊了這個啊，这美國人干說啊，霍爾木茲海峽通航了。然後這個伊朗人就發布視頻說，我把那個阿曼那一側的船給打了。我們看了半天啊，不知道打的是誰，以为打的還是阿聯酋的或者沙特的。結果財新網一報道啊，說啊，2艘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阿曼一側的船舶遭到襲擊，顯示啊，中東複雜的戰局讓船東面臨資產風險不斷升高。其中一艘是超大型液化天然氣，就是 LNG 啊運輸船。所有權歸屬，聽好了啊，中國國開行旗下國營租，這還是一家上市公司啊，在香港上市的，是中國國開行的。船只遇襲後受損嚴重，已經處於失控航狀態，幸無人員傷亡。這是啊，超大型液化天然氣船 LNG 的，這個二哥的船呢，這朗子是什麼意思啊？你打科威的建築，你說可以說是啊誤炸，那個你打 LNG 這個超大型液化天然氣運輸船，這能叫誤炸嗎？這艘百慕大級15.5萬立方米級的 LNG 運輸船叫加斯勒格上海號，聽這名字就知道了啊。加斯勒格是希臘，這個船東就是希臘啊。上海呢，在阿曼利馬東北11海里被不明彈藥擊中，導致機艙部位受損，船舶失控。截至到8月2日上午，該船仍在阿曼近海處失控漂流。同時遇襲的另一艘郵輪則沒有被擊中，導彈只在船附近爆炸，濺起了大量的水花。航跡信息顯示啊，加斯勒格上海號是在7月9日通過關閉船舶自動識別系統方式進入波斯灣的。經過近3周等待，7月27日，其在卡塔爾最主要的天然氣出口港叫拉斯納法港開始裝運，1天後裝運完成。加斯勒格上海號駛向霍爾木茲海峽。7月31日上午，該船關閉信號，開始從霍爾木茲海峽阿曼一側航道通過。當日晚間，就在其即將駛去海峽進入阿曼灣時遭到了襲擊，成為伊朗襲擊的第2艘超大型 LNG 船。超大型 LNG 船一般造價高達2-3億美元。在商業航行船舶中，價值僅次於豪華郵輪。如果大家認為啊，這是哎呀，三弟是不是吧？三弟認錯了好嗎？以為你關閉了信號，三弟不知道啊。好，這還不是第一起啊，就在2天前，7月29號，同樣為國營金租，也就是中國國開行啊，所有的超大型 LNG 船啊。在埃及的叫達米埃塔港附近海域被無人機襲擊，所幸受損不嚴重且無人傷亡。你說啊，國開行旗下2艘 LNG 船怎麼都被三弟給炸了呢？就這麼巧嗎？這個加斯勒格啊，上海號建造於2013年，由希臘家族旗下 LNG 船公司運營，就是加斯勒格公司運營，也它的運營啊。船舶實際所有方為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旗下的國營金租啊，這是財新網說的啊。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旗下國營金租2艘 LNG 船都被朗子給炸了，你這個你還能說是誤炸嗎？這三弟要幹啥？2021年10月13號，國營金租發布公告，以2.48億美元，當時啊是人民幣16.03億元。從
加斯勒格手上購買2艘超大型 LNG 船。交易完成後，國营金租作為出租人，加斯勒格簽訂租賃合同，將這2艘船以經營租賃模式出租給加斯勒格，租期為5年。那正好到2026年10月13號啊，到期。你是船東啊，被3弟給炸了。這胡金老師給個說法吧，胡金老師啊，這個還有這個毛拉愛好者，怎麼不說着這事呢？由於船舶損失巨大，保險是否賠付至為關鍵。知情人士告訴財新，通常情況下，船舶戰爭險是由承租人購買，正常賠付的話，船東和承租人不會受到什麼損失。但由於加斯勒格上海號是在關閉信號情況下穿越海峽被襲，因此保險公司可能會拒絕賠付。截至發稿，國營金租尚未對2艘 LNG 船遇襲進行公告。不知道胡一金老師啊，不知道這個毛拉愛好者啊，不知道這個印度的盘盘們怎麼評價這個事啊？3弟為什麼就針對二哥家船開幹呢？那船都已經停到埃及那邊去了，埃及的一個港口，3弟還追過去炸。這是多大的仇恨呢？所以我就不太理解啊，怎麼印度这那麼多人支持毛拉的，越邪惡越支持誰？這是為什麼？天天為毛拉叫好，難道是二哥背地裡做了很多對不起3弟的事？3弟懷恨在心，還是嫌二哥沒有出手幫他這個一起的吧，來對付美帝，還是什麼意思啊？還是受大哥指使的吧？大哥說你把二哥的拖下水啊，就是不下水就打他是吧？美國的國務卿盧比奧說啊，即便伊朗沒有正式發生政權更迭，該國也必須改弦易轍啊，停止向中東輸出革命。說來說去啊，就是美帝啊，不要再手杵兩端了，不要再幹大事而犧牲了，見小利而忘義。我倒是建議特朗普啊，就是中期選舉之前，要麼就老老實消消停停的啊，你隨伊朗整去，你就不動，也不表態，是吧？由他自己去整。打太極，睁着眼閉着眼，对吧？你狼子愛搞啥，你狼子事你就收費唄。反正等到這個中期選舉一過，然後就地面行動就完了。現在就是忍，什麼叫忍呢？實際上也叫引蛇出洞，是吧？特朗普就老老實實啊，就這一段時間啊，你啥也不幹，你看其他的國家怎麼表現？看歐盟啊，看北約啊，看這個亞洲幾個國家，看印度，對不對？看你們整去唄，你願意交錢交錢唄。你們跟狼子談去，對不對？你們想交錢就交唄，狼子願意在那攔着就攔着唄。反正我把伊朗的港口給它封鎖上就完了，就是海峽通不通你們自己的事情啊，你們幹就幹，願意交錢就交錢，對吧？特朗普把腦袋一縮，一切等到中期選舉結束了再說，不還只有3個月吧？啊，只有3個月了。按那些海灣國家，對吧？那些王爺國，你們跟狼子談去吧，你們願意收費，願意交，你們愛談成啥是啥。對吧？先不搭理他，就这叫引蛇出洞啊！这样是吧？看着他們表演，讓他們給他們充分的表演時間。特朗普目前的反應啊，實際上就符合人家下大棋。為什麼呢？因為人家只要這麼一動，特朗普他就會有反應，就正中下懷，對吧？如果特朗普一改常態，他沒有反應，對吧？你愛怎麼刺激怎麼刺激，他沒反應，他不理你，那這一下下大棋的就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了。因為這個特朗普又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不說話了，他沒反應，怎麼辦呢？對吧？就得虛虛，讓敵人摸不清頭腦。那既然中期選舉之前你不敢大打特打，是不是？不敢地面行動，那你老老實實等到中期選舉結束吧，你前面就不說話了，愛怎麼樣？然後悶頭啊，在那準備彈藥，什麼愛國者啊，什麼主啊，趁這幾個月瘋狂的生產一波補充，是吧？不過說一千道一萬啊。這個毛拉呀，那必然是秋後的螞蚱，也蹦躂不了幾天了。依我看啊，也就是他現在蹦躂的越歡，這秋後算賬就越厲害。不要看他蹦躂的歡啊，小心秋後拉清單吶，就這意思。就不要看毛拉蹦躂的歡，小心這個中期選舉以後拉清單。好，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